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位职业棒球的真球星周志嘉，传出讲因为心梗塌，伫中国来过身，享年43岁。伊伫台湾的妈妈是悲痛来证实这个消息。张妈妈下晡飞到中国，要看后生最后一面处理后事。讲到张志嘉，防俄罗斯天才型的投手，伫2001年的世界杯表现了真好。也毋过后续因为牵涉到职棒的签缴，转来离开着棒球界。即摆传出伊过身的消息，家属甲球迷拢真歹接受。大家所讲的天才型投手、前职棒球星张志嘉，可能是因为心肌梗塌，伫中国离开世间，享年43岁。张志嘉的老母嘛证实这个不幸的消息，表示讲昨就接到通知啊，会去中国见张志嘉最后一面。我们就还没有过去都不知道啊。是。本来是我没有台胞证，不可以过去啊。我说你要让我过去看孩子最后一面嘛。因为毕竟他现在人在可能在那个冷冻柜里面，他们要我们过去他才可以处理啊。讲到后天，因为张志嘉进前才转来尔，甚至伫跨年暝，佮甲因前某讲过电话，是讲原来这个天雄雄煞失去联络。过两天，张志嘉就互人发现讲倒伫宿舍的涂骹。他不喝酒的啦，他不喝酒啦，啊，他就是去那边之前有在说有点血压比较高啦。哦，是。对啦，啊，会啊，较悬啦，啊，无伊拢无啥物毛病啊。啊，会啊悬，伊就是拢食外食嘛，啊，都食重咸啥，伊就啊，伊拢爱食做重咸的啊。啊，就讲伊的血压要敢若有较悬安尼啦。珊珊老师在外，人人叫我老外。三顿拢食外口，这是张志嘉互大家印象上深的广告台词。2001年，伫世界杯出名，去日本了后，转来台湾，因为牵涉到签保的案件，转来离开棒球界。最近几年虽然想尽办法要振作，无奈2024年头一天就离开世间，嘛互台湾的棒球迷有无限的感慨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